伊煮的母娘，伊面油面甲转来。干打春起药裤甲尤里裤伫房间里的时，我招因同齐去看电影。起药裤手提腹肚，讲我人无爽快，搁行遐远，我无法度。伊面色白白，人稀稀，尤里裤面无表情，头壳咧落。迄时母娘伫和客栈的囡仔耍，看到我。伊就去求老母准伊去看电影，毋过结果是面油面甲转来我身边，替我排差价。安怎？就互伊家己一个对伊去啦，敢毋好？会记自插喙讲，毋过老母拢无答应。是安怎家己一个袂使？我实在嘛啥拢无。我行入门口的时，母娘伫抱狗仔囝的头，表情冷淡。我煞毋敢甲伊讲啥，伊敢若连举头看我的气力嘛无啊。我家己一人去看电影，女播音员踮样顶读加到电影的说明。电影煞，我随行出来，转去旅馆。手后翘靠伫窗台。我久久看向暗夜的街路，街路暗蒙蒙，我感觉若有股啥物远远的所在一直传来。无代无志，我煞目屎插插地，